好，大家平安。咱今日是大到台开讲社吼，咱逐个月固定的台语的讲座。咱先大概甲大家分享者吼，咱大到台开讲社吼有进行什么款的活动。咱逐个月其实拢有办足侪无同款的全台语的活动，像咱有逐个月有全台语的讲座吼，尤其是咱两党甲即个高雄文学馆有合作，就是以台湾文学做主体，也是讲做主题吼来分享无同款的主题。另外阁有逐个月有即个大到台语开讲会吼，就是伫线顶会使互大家去分享无同款的生活故事互大家有机会来对谈就是一个人10分钟，其他的朋友会使用10分钟的时间来甲分享的人交流，所以咱这是一个真好真自在的一个线顶开讲的机会所以欢迎大家嘛会使来参加伫逐个月第3个拜六暗时8点再来咱有即个台湾博览会有相关的资讯伫网络顶管拢找得到像咱即个Facebook 顶管你找台湾博览会，还是去推特顶管推特顶管找台湾博览会还是去迄个 Instagram 顶管找台湾博览会，拢有咱相关线顶消息的放送所以大家若有想要知影咱相关活动拢会使来遮了解另外咱即个面册嘛有一个群组是大到台语开讲社另外咱伫 YouTube 顶管嘛有一个节目叫做台语小姐问咱 YouTube 顶管的你若找台湾博览会，共款会使找着咱英过举办的活动若有一寡有录影，是讲相关的消息包括咱台语的讲座咱拢有伫线顶会使去看另外咱逐个月嘛有举办2摆的台文读册会咱读册会即马是咧读咱雷先生写的《乡土宝记》咱其实已经差不多要读到了刷来后一本会读即个陈明仁的台语文学选所以若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来参加咱嘛有举办相关台语文的教学尤其咱主要拢会教白话字的部分咱会为基础班到进阶班到认证加强班等等大家若对白话字有兴趣，拢欢迎做伙来学习咱逐个月嘛有办足侪场即个来听台语囡仔讲即个活动主要是甲前景幼儿资源中心还是讲有的时阵会甲无共款的图书馆合作提供台语的囡仔故事相关的消息共款咱拢会伫台湾博览会的所在做放送所以恁若欢迎若有带到的朋友会使来参加咱遮嘛有出版几啊本台语的绘本所以若有兴趣想要了解囡仔读的嘛欢迎咱来做参考咱即个今仔日咱要分享的即个主题是咱今年度台湾博览会台语文学系列讲座咱主办单位是台湾博览会大到台开讲社甲高雄文学馆咱头一季有讲即个民间念歌文学咱第2季要来讲白话字的文学世界咱共款即季是邀请到陈慕真是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助理教授顶届咱有讲到汉字之外台语白话字的世界其实咱会去讲即个白话字的主题第一就是因为即个月5月份有办即个就是白话字的文化节有带一寡导览这是逐冬固定有的活动再来就是其实白话字嘛愈来愈受到重视包括像咱文化部有甲伊定甲白话字甲相关的文献定做国家纪录
啊，过来就是民间的书写，其实已经愈来愈普及吼，尤其是看会到网络顶悬，少年家愈来愈侪是直接为白话字开始学，开始来写，因为其实对因来讲是上简单会使足紧开始练习台语，也是讲写台文的一个方式。啊，包括其实像昨有伫台湾全台湾无共所在举办一个迄个全面台语认证是成功大学举办的啊，这个全面台语认证都有，对。这个全面台语认证内底都有，昨都有考到一个题目，就是迄个拢头题目，就是咧讲白话字的迄个历史啦吼。所以其实我想，若对即个台语文学史，若是讲未来有要正做迄个先生要做教学的人吼，对白话字的部分一定爱做了解吼。这个白话字其实对台语文台语相关的历史，是讲台语文文字的部分，是一个足要紧嘛、足宝贵的资源。像即个台中教育大学的迄个陈宏鼎教授，逐不时咧讲就是讲你若有来学台语的白话字，你就是好野人。啊，你若毋知影通学白话字，你就是去食。所以这其实就是讲咱。要学习台语台文内底，你若无去认捌白话字，实在是足拍算的包括其实像我逐不时咧找相关的资料，其实我做侪拢是我靠白话字的文献内底的相关的字词的语用用法等等去了解。原来较早咱有安尼的话在讲，咱要安怎去使用，要安怎甲遮的宝贵的资料字词捡倒转来。啊，毋若字词其实内底伊拢有写着足侪古早台湾人的文化啊，甲一寡宝贵的一个算做咱的族群的一寡经过啦是讲一寡历史拢是真宝贵的资料。啊，咱顶届的讲座若无听到的朋友就是咱共款伫 YouTube 的频道顶悬咱拢有做录影。你可会使去看一摆，啊，包括今仔日的讲座嘛是共款。啊，咱今仔日的主题咱就要来听即个日本时代的台语白话字文献甲文学啊，我想谁人会讲即个日本时代第一当然就是咱知影为即个清国时期白话字伫台湾就已经变紧开始发展啦。啊，刷落来，日本时代其实变做一个较成熟的时期就是开始有足侪无共款的文学作品，也是讲其他的教科书等等的所以其实白话字算做真做一个发展到一个真成熟的阶段所以今日咱就会使来听看卖讲，白话字其实伫到日本时代已经有发展到什么款的程度但是对一般的人来讲，可能惊一条做大条，原来其实白话字，咱英国有用台语书写的文字，其实已经到什么款的程度？其实我家己的感觉是，甲即马台湾华文的程度其实差无偌济当然，咱英国的时代甲即马时空背景是无法度完全比拼啦可相对来讲你会使看到，其实咱台语的文字嘛已经有到就是一定的程度啊，是因为一寡买手识人者的云端，咱遮足宝贵的一寡资料，是讲发展真成熟的程度，怎啊规个登去啊？所以咱今日就欢迎咱吴真教授过来甲大家分享者。啊，我就甲时间交互吴真先生。多谢海米各位打到台语开讲社的朋友，佮有线顶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真足欢喜今仔日是第二届顶个月是第一届甲各位分享白话字的即个世界今仔日是要进到日本时代要了解白话字的文献甲文学后个月是进入到正后的部分所以即个讲座有分做三个
三个主题吼。我即马先来分享我的画面。好，请问安尼应该拢有看会到吼，有清楚无？会使吼。好，安尼今仔日要分享即个日本时代台语白话字的文献甲文学即个主题吼。咱会记起顶礼拜咱讲到即个汉字之外，台语白话字的世界的时阵，有讲到伫即个台湾伫清国的时期吼，咱来台湾的第一份的报纸吼，就是用即个白话字来刊印的，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所以到日本时代的时阵呢，日本时代就是1895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这是日本时代，伫这个时代，白话字伊的发展，佮有无共款的阶段，咱今仔就是要讨论这个1895年到1945年这段台湾伫日本殖民统治诶，这个历史的时期。咱台湾人的这个文字语言的书写进入到什么款的这个阶段所以今仔日会了解日本时代白话字伊的历史的发展包括伊为这个教会行到社会这个真大的无共款的这个阶段另外就是伫这个时阵有啥物款的白话字的文献还是文献。佮有啥物款较特殊的文献这个是咱今仔日刷落来的时间要甲各位分享的。好，这个咱顶礼拜顶个月有讲到，这咱大家拢知影拄则下面嘛有讲到5月份的时阵，咱伫台南有即个白话字的文化的导览的活动差不多咱一定要讨论到白话字的时阵，一定会去看教会公报社的即台印刷机即台即马放伫教会公报社的印刷机虽然是复刻的伊的即个伊的本人即个本机即马伫高雄在修理但是咱在看到这复刻的即个印刷机的时阵，嘛会当去体会到透过即个印刷的体验会当去知影早期要用即个印刷的方式来印出报纸是差不多伫100外当前是足大的代志所以伫迄个时阵台湾有第一台即个外字的印刷机透过这个印字刻字来印出咱即马画面看到的即个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这个时间点是1885年7月10日白话字的报纸创刊拄则讲到日本时代是1895年所以拄好经过10冬经过10冬的时间，台湾为清国的即个管理进入到日本时代所以即个咱知影即个报纸的即个创刊的人是即个英国长老教会的巴克利牧师伊来到台湾宣教的时阵创立即个用台语白话字来书写来创刊的即个报纸所以即个规个长老教会伫台湾的系统行到1895年的时阵嘛面对一个语言制度完全无共款的一个新的即个殖民体制，就是日本的殖民统治来到台湾所以顶个月嘛有讲到伫即个1885年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刊以后，伫即个报纸顶面有真侪用白话字来书写的语言方面文学方面也是世界的新知亲像咱有讲到公话大全也是讲飞灵机，这个世界的新知的了解这条路线就是介绍世界的这个消息伫日本时代继续是存在但是后来就发展更较济比如讲嘛介绍足济日本的即个日本因本国内底发生的代志伫即个教会报内底嘛开始出现所以10冬后为1885年到
1895年的这个时间呢，吼，教会在推展白话字的时阵呢，基本上伊是一个咱知影伫迄个时阵吼，迄个时阵的台湾社会是一个以汉字吼做一个优势的文字吼，像我靠汉字的一个台湾的社会，所以对白话字是一种较看轻吼，所以巴克勒牧师伫这个报纸内底嘛有讲恁唔通看轻这个白话字吼，讲是囡仔在读的吼，还是女性在读的，主要就是伫这个台湾的社会吼，对这个汉字吼，认为这是读册人的文字这个部分呢这种意识真深，嘛是因为安尼吼，所以咱会当看到白话字的一寡出版品会来消解这中国的经典的文学吼，咱即摆来看第二个吼，就是这个，比如讲这个三字经吼新传白话版画注解吼，这个就特别伊毋是写白话吼这本册吼，伫1894年出版的时阵吼是一个英国的长老教会的嘛是中的校长吼，叫伊兆礼吼，伊编的。伫咱台南府城这个朱丁堂印吼，朱丁堂也就是印这个教会公报社的出版社吼，就是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前身吼。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三字经吼，这本册吼，咱会当看到点面咯吼。倒边这就是咱知影，就是这个三字经对无吼？但是咱会当看到遮吼，伊就是用这个白话字来消解这个中国的这个三字经吼。比如讲这个人吼，就写人吼，这就是伊的这个文言音的读法吼。正手边就是介绍吼，就写人吼，人就是人吼。第二个字吼，伊就写下吼，还是滴吼。这个初咧，伊就写起头出世的时吼，就是初吼一开始吼。所以这嘛是要成本线吼，这线就写是好吼，本就写本人吼。性咧，吼，就写性还是心性，吼，心性，所以咱会当看到亲像安尼的，透过白话字来解说汉字，还是中国的这经典的作品，吼，是早期白话字的文献的一个特色，吼，特别这个作品的对象呢，就是吼，无机会接受汉字的教育，这个教会的信徒，吼，来慢字，吼。所以早期教会流传一句话吼，就是慢字捌道理吼，慢字捌道理这个字就是讲你会当白话字吼，然后透过白话字来汉字吼，了就会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吼所以这种针对未晓汉字吼，是无机会接受汉字教育的台湾人、台湾的信徒吼。都有真侪亲像这个三字经吼、白话注解这种的作品吼，这种的出版品吼，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吼。伫这个时阵，咱会当看到教会的语文的政策，基本上是一个双文字的这个政策吼，伊是以白话字为主，但是透过白话字来学习汉字吼，是安怎安尼呢？是因为伫无论是清国时代吼，还是日本时代的初期，台湾人要学习汉字的这个学习的成本真悬吼。一般的人做事还是做工吼，无法度去接受汉字的教育吼，去到就是讲去学这个汉字吼，特别是女性吼。女性伫迄个时阵的社会更加是安尼吼，差不多是完全无机会接受这个教育吼，所以这种亲像三字经白话注解这种册吼，对着无法度无机会去学习汉字的这个会友来讲，就是一个真好的一个学习的工具吼，一个工具册。好，安尼这本册来讲。亲像这种类型的册，基本上是一个以白话字来学习汉字的教材吼。这种的作品有真侪吼，这是三字经吼，但是嘛有其他的中国的经典的作品吼，嘛是用安尼的方式吼来介绍吼。咱会当看到伊下边有写吼，这个部分是咧介绍这个人之初吼、上本身吼，这个的意思吼。
但是遮咧吼，就会讲伊就会将即个中国的即个三字经的经典，甲即个圣经的道理去做一个比较吼。比如讲，伊就遮就有写着讲，咱的圣册吼，圣册就是指圣经吼，咱的圣册毋是认为是像三字经安尼吼，所以因在介绍即个中国的经典的时阵吼，其实嘛是一种西方的基督信仰吼，进入到台湾社会的时阵，甲即个中国的价值观吼，一种对话吼，所以内底其实嘛有真侪是圣经认为并毋是安尼吼，也是讲伫咱圣册的教师吼，毋是认为安尼吼，对即个中国的经典呢提出批判性的看法吼。伫即个出版品内底吼，所以这嘛是真趣味的现象。透过遮个早期的白话字的文献，会当互咱去了解即种伫无共文化、无共价值观、无共信仰顶面因的即种理解吼，也是讲因的认知吼。所以这是一种类型的即个文献。好。另外一个，即咱顶个月嘛有介绍着即个来外科看学校吼，即个嘛是足经典的吼。拄则迄个是汉字的教材即个来外科看学校的，伊就是一个医学的教科书吼。顶个月有介绍吼，即个用咱即摆的角度来看嘛，是会认为伊是足进步吼，600几身体的遮个病症吼、镜头安怎来治疗吼，遮个讲法、遮个手路，全部是用白话字来书写吼。所以咱会当看到台语白话字伫8话当中吼，就已经会当来书写遮个遐尼专业的医学的遮个知识吼。到呾即摆抑阁是咱有一寡书嘛是爱去转去到8话当中的即个来外科看学校来学习吼。这本册是由这个英国的第二修医师吼，甲咱台湾的这个陈大乐先生做伙合作的。迄个时阵呢，遮个白话字的作品吼，真侪是爱由外国的宣教师吼来到台湾以后，甲台湾在地人做伙合作吼，来做伙来编辑吼来书写。所以这是医学的部分吼，医学的文献吼。然后这个是数学的部分吼。这可能咱进前伫一寡所在可能嘛有听讲吼，这个必选的初学吼，其实这个必选的初学，伊毋是伫台湾出版吼，伊是伫中国厦门的古龙书出版吼，一个教科书吼，但是伊伫台湾早期的这个教会之间吼，真流传吼，真实行吼，咱会当看到足侪早期的台湾第一代的信徒吼，拢会有这个必选的初学这本吼，所以这是咱会当看到，其实伫早期吼，台湾甲中国厦门伫这个册的出版品顶面，其实是迄个往来吼真密切吼，所以这本必选的初学，伊有2个版本吼，咱会当看到这个封面才写头一本吼，因为伊有2个版本吼。阁有第2本吼，这2本就甲这个数学，伊会当讲是一个数学的教科书吼，内底都有遮个有关技巧吼的基本的写法吼，还是讲一寡比如讲约分吼，就是咱讲约分吼，这个约分诶，遮个知识吼写伫内底吼，写甲足详细吼，所以这个必选的初学。伊伫即个1897年吼，是即个魏威廉牧师，伊嘛是英国长老教会牧师。迄个时阵伫中国厦门迄个所在吼，因就出版即个教科书。即个魏威廉牧师嘛是早期伫中国厦门遐翻译即个圣经的新约吼，翻做即个迄个是写迄个所在是闽南语吼，一寡即个翻译的版本嘛是即个魏威廉牧师翻译的吼。所以这个白话文牧师，伊其实伫中国厦门遐做真侪即个甲白话文相关的即个文字的事工吼。好，咱即马来看下即个必选的初学的内底，吼，即个是吼，我会当读互各位听哦，吼，我甲伊放大吼，必选的初学吼，伊讲哦，识书要通3/4，8/5，12/7。
互因拢通拢当一个分母吼，求正母数的倍数得到24吼，所以吼，迄时已经有这个所以吼，所以24做强母，用3/4的分母4来分24，得到6，用分子3来乘，得到18。做头一个新的分子，用5/5的母数8来分24，得到3，用减数5来乘3，得到15。做第二个新的分子，用12/7的母数12分24，得到2，用减数7乘2。得到14，做第三个新的减数，所得到就是24分的18、15、14吼。所以看伊遮就有互咱一个图哦吼，3/4、5/5、12/7吼，用安尼来算吼。这个倍数吼就是4乘2乘3等于24，所以这个24就是加做这个强母吼。然后这个图就是在解说这边哦吼，24有4乘3就是18吼，所以伊才甲伊写出来吼。所以咱为遮就会当学习到这个台语的讲法对无吼？比如讲这个中国话讲分子吼，咱是讲分子吼，分子中国话讲分母吼，咱有讲分母吼，也是佫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这个母数吼，母数。所以这是这个数学内底这个24，就是迄个上细的公倍数吼。这个这种的，这个咱伫数学课本会当看到吼。伫1894年97年的时阵吼，这个必算的粗学就已经全部用台语白话字来书写吼。这敢若是其中一个部分，也佫有足侪哦吼。这两本课本加起来差不多140几啊，或者要150页吼。每一个单元拢针对一个数学的这个知识吼，在做解说囝仔会画图吼。所以这实在是就会当真做咱即马咱要进行用台语吼来教数学的时阵真好的一个参考吼。我会记之前余文言教授嘛有写过一篇文章吼，认为这个必算的粗学会当真做咱伫伫这个教育的现场吼，用台语来教数学，真好的一个教材吼。所以咱真歹想象吼，咱伫百外当前就已经有一个白话字的数学课本吼，就是必算的粗学。好，咱继续看吼。刷来是文学的部分，文学的部分咱伫顶个月嘛已经有介绍吼。相信足侪线顶的朋友拢已经真熟悉即个日本的怪书吼，大家一定拢已经读过吼，足经典的作品吼。1886年日本的怪书，这篇呢嘛，互咱认为是台湾文学史的第一篇小说吼。实际上目前的台湾文学史吼，已经出版的3、4本吼，上新的是这个10当前正大台文所陈宏明教授出版的《台湾新文学史》顶下本吼，写甲足厚吼，但是完全是无讲到台语吼，莫讲到白话字的部分咯吼，含台语拢无讲到吼，所以但是咱伫真侪的这个为2004年罗马字研讨会开始吼，真侪学者就提出一个白话字的史料、白话字的文献。对整个的台湾文学史重新改写的这个论述吼，等下会讲到最近嘛，佫有一个新的这个论述吼，所以这个1886年日本的怪书吼，这个时阵教会部都出版吼，过一当年吼，就有这个第一篇的小说吼，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无逐篇拢读吼，这个部分咱线顶的朋友会当过来找来读吼。好，另外一个第一首的新诗吼。拄则是第一篇的小说，吼，这个是第一首的新诗，吼，嘛有学者是认为第一首自由体的新诗，吼，自由体的意思就是伊无受到中国的这个古典诗的这个格式的限制，吼，伊是一个自由
较开放的文体吼，所以是这个1909年的康康吼，康康这个这篇诗吼，这个作品甲这个日本的怪书同款，拢无作者。早期的教会报真侪是无作者有可能是编辑部来写，嘛有可能是这个主编来书写总是真侪是无落名无写这个名是啥物人但康康这首诗，伊其实就是咱为遮会当看到伊用这个四段少数有人遮毋知敢看会清楚少数有人专务在求钱财，煞瓦克会败坏的物业，这是康康伊用四段应该是6段6段拢是用这个少数有人安怎来做一开始第2段是讲少数有人求尊敬，煞热心去度无高贵的责任，这是康康第3段伊讲少数有人挺血气的私欲，煞心无喜好，的确会陷害人的，这是康康少数有人爱长会修，不过辅导公因，无尽忠做伊的工程，这是康康第5段少数有人注意在生的代志，煞无要紧，要来的境遇，这是康康最后一段伊讲少数有人意着快过的光景，煞无对中应付的地步，这是康康咱为这个1909年康康这首自由体新诗这6段其实咱会当看到有基督信仰的这个圣经内底的这个引入伫内底比如讲内底讲到少数有人就是若是讲有人安怎若是有人敢若追求长岁寿是讲敢若追求在生的代志，煞无去追求永远的活命永福这种的典故其实甲圣经的这个圣经的内容圣经的教示是有一部分就接近的迄个气味这个1909年的康康，伫这个时阵，台湾文学史是啥物款的情形呢？1909年的台湾文学史，迄个时阵大部分抑阁是古典诗的书写主要是台湾的古典文人在书写古典诗足大量的这个古典诗的时代所以最近或者是后一个最近这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伫最近就是顶个月还是这个月上新的一期高雄文学台湾基金会出版的文学台湾122期，就是2022年的夏季号内底就刊出一个德国这个汉学家叫做 Theodor Bass 周永汉伊的汉文的名叫做周永汉伊就写这个一篇文章叫做《台湾新诗的起点比中国五史的搁较早论台湾文学史学的一个盲点这篇呢，咱会当看到遮伊就将这个白话字的空写伫这个顶面伊这篇是真重要，而且真新是安怎伊会投稿这篇这个作品伫文学台湾的杂志社呢是因为这个 Tiro 这个周永汉，伊即马在用德文写一个台湾文学史写一部台湾文学史，按算伫今年底就会出版伫德国出版伊在收集这个资料的时阵伊有来台湾来台文馆做过台文馆的这个驻川的译者伊其实本身是一个翻译家
早期伊去到中国留学吼，后来到台湾的时阵，伊才发现，共款是即个中国遐用华语咧书写，台湾用华语咧书写，但是感觉台湾人的即个文学吼，甲中国真无共款。慢慢伊就熟悉，知影讲有台语所以伊来到台湾文学馆的时阵我甲伊熟悉，迄个时阵嘛开始甲伊讲白话字的遮个代志互伊看真侪文献所以伊要开始用即个德文来写台湾文学史的时阵呢伊就参考足侪白话字的资料即个空空嘛是我提供互伊的甲伊讲，若是你要写用德文写台湾文学史无写着白话字，安尼你迄本嘛无啥物价值因为台湾足侪文学史就是拢无写着台语无写着白话字所以其实即个蔣永汉伊写的即个台湾新史的起点比中国武术会搁较早安尼的论点伫2000年初期的时阵，蒋纬文教授就已经有写过安尼的作品，安尼的论文就是台湾文学史的起点比中国武术搁较早所以咱为即个白话字的文献会当来将即个主流的台湾文学史认为台湾的即个白话文的运动是受到中国武术运动的影响1920年代的即个影响，其实咱会当拍破所以到底台湾史、台湾的新史上早是对一首诗呢？目前伫台湾文学史的讲法通常是认为是一个追风追风，伊伫1904年写的一个日本的诗另外一个观点就是1903年的一个施文琪用中国白话文写的看伫台湾民报的诗所以无论是即个追风还是施文琪，拢是1903年、1904年的作品但是空空这首，咱头拄有看到伊伫几年，1909年比因拢搁较早10几档的时阵，咱伫台湾府城教会报道空空安尼的诗所以即个 T.O. Diefenbach 伊伫即个文学台湾即期咧咱当看到伊头前就讲台湾文学史的研究为日本时代开始。但是无论是即个日本人亲像即岛田景二，还是讲吴德时陈少廷、叶绍德，还是陈风明，所有遮个作品咧伊认为基本上因拢是语言的青梅语语言盲就是讲因忽略台湾的多元语言、多元文字特别是白话字的部分所以伫伊即篇论文的第2段嘛有讲到安怎会当看到遮遮写着讲。国民党政府的语言政策比日本的总统府更较严格台语白话伊拢互伊禁止打压但是徛伫台湾文学史的这个角度咧，你一定爱将白话字放入去文学史的书写，才是完整的所以这个是上新伫2022年也就是今年顶个月出版《文学台湾》。出版以后，其实嘛有引起一寡讨论但是因为作者是一个德国人所以台湾的文学界较无啥物伤大反对的声是一个德国人所写的文学史，用德语来写所以咱为这点会当来看到白话字伊的重要，白话字对台湾文学史的意义实在是真重要这是其中一个例无论是倒一种文类白话字伊伫这个文学史、台湾文学史拢扮演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好，这个是空空好，安尼头拄仔讲的遐无论是这个个复习一下无论是这个日本的怪书，还是空空这些拢是刊伫台湾教会公报顶面的这个白话字的大篇的作品一直到1920年代的时阵呢，白话字的书写就愈来愈成熟，主要是因为伫这个教会公报为1885年开始到1920年代这段时间，伫教会报还是讲伫这个长老教会伫台湾的这个教会界，已经形成以白话字真做一个共同的文字一个语言的社群已经是真成熟，所以伫这个
报纸内底，台湾人用白话字来书写阅读、思考，完全是一个白话字，建立一个白话字的世界。所以到1920年的时阵呢，这个白话字开始有文学作品诶出版嘛是真自然的代志就开始产生这个白话字的作家第一代的白话字的作家。所以咱会当看到，这就是伫日本时代台语白话字的文学的出版品这拢是真经典，咱拢知影的比如讲上倒手边这个就是蔡培慧伫1925年所写的10项关键10项关键的意思就是10项对这个关键是一个种谦卑的讲法就是足细我个人足细的意见互恁参考，安尼是一种足谦虚的讲法关键10项关键，这个是伫讲10项伊对台湾的这个见解，10项对台湾的建议，10项对台湾社会伊的观察叫做这是10项关键这本册的内容。伊若是第一本呢，这个台湾文学第一本的这个散文嘛有人改定义做议论性的散文集嘛会使，因为伊基本上是论述为主这个是蔡培慧。咱等下讲到蔡培慧伫日本时代的白话字的推动嘛是真出来真济真重要的一个人中这本是1926年出版的《邓启焕的出师线》咱当看到这个封面出师线才有写邓启焕杜邓启焕，伊是一个牧师牧师是台南永康遮的人出师线嘛，互认为是第一本台语的这个长篇的小说长篇的正面这个是林茂生林茂生，这个是伊伫1925年出版的一个戏剧叫做《陆地改教历史戏》，伊是一个剧本是一个以这个西方的这个旧教甲新教就是新教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背景来创作的这个戏剧这3本就是这个林茂生的戏剧，甲蔡培慧的这个10项关键，拢是伫台南的教会公报社出版较特别的是邓启焕的这个出师线伊是伫屏东的省细社印咱当看到伫封面才有写省细社省细社是伫屏东市其实是一个足值得探讨的一个出版社因为伊印这个真侪足早期的遮个白话字的出版品拢是伫屏东的这个出版社，但是相对教会公报社屏东的省细社较少人讨论希望咱线顶的朋友若是有兴趣，会当来探讨这个屏东的省细社这个早期的白话字的出版社好，安尼咱线来看这个1925年的蔡培慧的10项关键呢内底咱会当看到才有一个第2项对无第2项拄则有讲到这是10项对台湾社会的看法，其中第2项伊就写新台湾甲罗马字的关系是安怎伊会写这个主题呢咱等下再去讲咱会当看到伊有遮写1咯世间是一条的大溪流伫这个新台湾甲罗马字的关系这个书写咱要来讲这个以前咱来了解伫日本时代的社会的背景是安怎咱知影台湾伫日本时代是日本的这个殖民统治下面的一个社会背景，所以台湾人明显来感受到台湾人甲日本人无共款的这种这种位阶阶级的差别，所以伫台湾虽然经过这个武装的抗争就是1915年上大的这个大巴黎事件经过几年的这个抗争，上大就是大巴黎事件但是这个1915年大巴黎事件互这个日本政府这个压落来以后咧台湾的这个社会运动就走向以这个较和平的制度体制内的这个抗争也就是有2个主要的社会运动一个就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就是要求伫台湾省议会的这个运动，这前后有10几届的这个请愿诉求拢是由台湾的知识分子来去到日本去联署去订正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文化协会伫去年2021年拄好是庆祝100周所以伊是伫1921年的时阵成立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伊是全国的串联北中南拢有知识分子来参加台湾文化协会。这个台湾文化协会一个精神主要就是要启蒙启蒙大多数的台湾人大多数的台湾人无机会接受汉字的无机会接受汉字的教育，这是伫早期。到日本时代的时阵，台湾人若是会当入去学校大家入去公学校但是普遍来讲，台湾人的毋捌字的台湾人也是真侪。迄个时阵会当讲大多数拢是青梅牛的这个社会的背景，所以伫即种背景的下面呢，这个台湾文化协会这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咱要安怎互咱甲日本人是平等的呢？咱要安怎甲因是共款的拢是日本的国民呢？咱一定爱提升咱的知识，咱来建立咱的文化，咱来追求咱的进步，安尼咱要安怎追求咱的进步咧？日本真困难要去到日本的这个公学校读册，嘛毋是逐个人拢有才调去。汉文嘛是真学汉文遐尔歹读嘛毋是逐个人拢有机会去读汉文所以咱要用啥物文字来启蒙台湾的大多数的青梅牛咧？逐个迄个时阵就引起安尼的讨论。其中蔡培慧蔡培慧伊是分林北港遐的人但是伊后来就来到伫台南遮大部分的这个文化的活动拢伫台北无就是台中雾峰无就是台南、台中、台北这几个所在蔡培慧伊就迄个时阵伊的思考就是台湾人应该爱用白话字来做启蒙的文字才对因为白话字真好读伊家己本身嘛是安尼伊是为伊的兄哥遐学着白话字伊讲伫伊家己的日记讲，伊敢若学10几日伊就会当甲伊的兄哥通配，所以家己受着即个白话字的好学、好读、利便的即个影响所以当伊伫1923年加入即个台湾文化协会咱有讲台湾文化协会伫1921年成立1923年的时阵蔡培慧就来做即个干部文化协会内底干部但是伊就有一个条件伊就讲台湾文化协会要我做干部会使但是咱爱迄个吹煞白话字若是无安尼我就无爱去做即个干部所以我也有同意台湾文化协会才的头人就同意。所以蔡培慧进到1923年进入到台湾文化协会的时阵呢，就开始足骨力吹煞白话字伊就要求讲咱所有的这理书咱开始通配拢要用白话字来写所以就是蔡培慧就开始积极来推动。过2当1925年的时阵，伊就出版这本10项关键其中第2项伊就讲到台湾若是要进步，咱一定爱推行爱普及罗马字因为台湾的进步，敢若透过罗马字的教学来提升台湾人的知识文化咱才有法度真做甲日本人同款的国民这就是蔡培慧伊的主张这本真内容真好内底嘛讲到真侪，比如讲台湾甲女性的关系，台湾甲原住民的关系。也是台湾人迄个时阵对金钱的关系等等所以真值得咱即马搁加起来读咱读的时阵会发现到，其实咱即马甲1920年代台湾人就像差不多就像无有一寡代志无较进步所以这个是1925年蔡培慧所写的10项关键的第2项。好，安尼刷来介绍陈启盘陈启盘。就是头拄仔讲着即个出死线的作者伊是一个牧师，是永康台南永康黄基潭的人黄基潭应该是伫即卖即个
昆山科技大学吼迄边吼去搭过，早期就叫做吴基潭吼。陈启焕是遐个人，啊，伊若是牧师吼，伊嘛是一个作曲家，佮有作词家，所以即马长老教会咧使用的即个圣诗吼内底有几若首吼，抑佫是陈启焕伊作词还是作曲的吼。伊本身伫文字甲音乐方面的即个方面的真有天分吼，所以有嘛写出侪个作品吼，嘛有诗嘛有散文，嘛有小说吼。所以伊伫即个伊伫永康吴基潭大汉吼，来台南市吼府城遮读神学院以后咧，1919年的时阵伊就毕业嘛吼，伊就受聘去屏东的李港教会做牧师吼。伊嘛是伫迄个时阵去李港的时阵咧，就伫屏东市创办即个省细社即个印刷所，然后伫遐开始推行即个教会的自立的运动吼。教会的自立的运动意思就是讲，早期咱台湾的长老教会早期是较倚靠外国的宣教师，特别是英国长老教会的宣教师伫经济方面的帮赞，还是人力方面的帮赞吼。但是陈启焕遮个初代的台湾人的牧师会认为讲，台湾的教会家己爱独立吼，所以都有一个三自运动吼，就是自立吼，佮有家己家己聘家己的牧师吼，家己负担家己的即个财务吼经济方面家己独立。所以陈启焕牧师伫台湾长老教会的即个独立的运动、自立的运动顶面，其实真重要。伊咧做遮个工课时阵，就是伫伊写即个出师线的时期，就是伫屏东创办省细社即个时期吼。好伊写的上有名的，就是1926年出版的即个出师线吼，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就是生做亲像安尼吼，出师线吼。正面咱会当看到是伊的版权页吼，版权页会当看到伊是伫大正15年10月初8时阵吼发行的。迄个时阵就是1926年吼，咱会当看到伊的即个发行的所在是伫高雄州屏东郡吼，屏东吼，这个所在就是即卖屏东市吼邮局总局的边遐吼。迄个时阵呢，出版品呢，因为是日本时代哦，所以伊有即个出师线的白话字以外嘛，有即个日本的即个标题吼，这个是伊的封面吼，甲版权页。好，咱会当看到遮有一个译对无吼，译第一本吼，所以其实伊有2本，有第一本甲第二本吼。但是第二本无留落来吼，所以真无彩。咱即马敢若会当看到第一本吼。好，出师线即本长篇的小说咧吼，伊其实就是陈启焕牧师吼，伊家己即个家己家族的故事吼。即个长篇的小说伊写书写3代的人的故事吼。第一代就是为即个陈启焕伊的老母、伊的妈妈吼。伫即个小说内底叫做季芹吼。写到即个第2代的即个伫小说内底叫做金星吼，金星即个其实就是陈启焕家己诶即个导演吼。写到第3代叫做许必玲吼，就特别的名。即个许必玲咧，其实就是陈启焕的后生吼，伊是写3代的故事吼。拄则有讲到伊分即个顶下卷吼。顶卷有写40章221页吼，1926年写了吼。下卷嘛已经写好，但是伫空袭的时阵就损害吼，无就毁坏，无留落来吼。伊的作品主要是描写1920年代的即个台湾人吼，特别伊伫文化顶面、信用顶面吼，遮个描写，还是讲遮个台湾人，因为陈启焕伊是基督徒所以伊写到为伊的老母、妈妈迄个时阵，抑佫毋是基督徒吼。
后来变做基督徒第2代、第3代才个故事，所以内底嘛会当看到即种中西方的即种信仰价值观的冲突的所在吼。较宝贝的所在是内底有写着真侪1920年代台湾文化甲即个农村社会的描写吼，比如讲客甘蔗吼，客甘蔗咱即马已经真少看到吼，但是咱伫出史线内底会当看到真有路的即个客甘蔗的流程吼，佮有即个头挂牛吼，头挂牛这嘛是伫即个出史线内底吼，都有写着即个用即个头挂的牛吼去客甘蔗的遮个描写吼，安尼伊的即个出史线的背景是啥物咧？吼，头拄有讲到1920年代即个即个台湾文化吼诶背景，实际上因为即个季芹吼，季芹就是即个作者，即个出史线内底主角吼伊其实为伊的老爸开始是清国时代的人吼，所以其实内底嘛有写着真侪清国时代的即个，歹势，清国时代甲日本时代台湾历史甲社会的背景吼，所以比如讲咱伫内底会当看到台湾的社会早期有即种征兵贼，征兵贼，毋知各位敢有听过即种吼？伫客人的庄头嘛有即种征兵贼吼，就是早期的一种贼仔吼，但是足歹的贼仔吼，入去可能毋是干那偷摕物件嘛，伤害人的性命吼，也是甲人的厝放火吼，甲烧去。出史线内底嘛有写着大巴黎事件吼，拄仔讲着即个台湾总控制的上大的事件吼，伫内底嘛有讲着。佮有就是咱为即个出史线内底会当看着即个钟会小说的分野吼，啥物叫做钟会小说吼？即甲中国的即种伊的文体有关系，就是咱伫出史线。也是等下讲到即个安尼啊目屎内底吼，拢有即种先讲到遮吼，加车按下吼，后回则个继续即种诶书写会伫每一趴诶后壁吼，互你搁继续看落去诶即种诶形式吼，伫出史线内底，搁有伊内底咧足特别诶吼，即个是甲西方诶即个文学有关系吼，伊会伫一段。头前也是后壁，即种诗歌伫内底穿插，诗歌做结尾的即种书写吼，即种伫中国的作品较少安尼书写，所以其实出史线是一个足特别的，伊有一个早期中国的古典文学留落来的一寡分野，总是伊的内容嘛有一寡基督教也是西方的即种典故吼，也是诗歌穿插的即种的特色伫内底吼。所以咱当看到台湾文学一开始行入历史的舞台，伊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伊毋是敢若受着咱早期主流了解，敢若受着中国的什么五四运动的影响全部受着中国的影响吼，其实并毋是安尼吼。较特别的，就是因为出史线的作者是牧师，是陈启焕牧师，所以伊伫内底嘛会写着足侪基督教的典故吼，比如讲。出世入生，这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典故，也是内底讲到这个索德玛吼，索德玛这是圣经内底一个邪恶的城市吼，遐人做歹代志吼，伊伫内底嘛有用这个譬如来讲这个所在的人拢真侪是无好的人的意思吼。搁有因为伊是一个完全用台语白话语来书写吼，所以咱会当足明显感受到伊甲汉字所书写的这台湾新文学的作品无共的所在，就是伊的对话、伊的动作、伊的这个称赞吼，互人感觉讲足立体吼，迄个描写足立体，足声人去读吼，这是白话字的特色吼。比如讲。因为咱无法度全部读吼，这个是其中的第一趴吼，出史线的第一趴吼。这嘛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第一趴的标题，就是叫做有一个女主，有一个女主，有一个女主，这个女主是啥物人咧？就是季芹，季芹就是这个作者吼。伫这个有一个女主的第一趴内底，这嘛是
真特别吼，伊一开始就写着台南吼，比如讲第一段，这就是出世线的第一拍的第一段第一句吼，台南市外一所在吼，古情真济，竹坡暗暗，不时树木青翠，百花相开，逐日飞鸟，千千万万，伫迄树顶，叽叽啾啾，飞来飞去。像那的无声通知，那阵圣册讲，挂彩大丛，飞鸟来歇伊的机，为着鸟甲青遐济，就叫迄所在鸟青庄，鸟青庄，加上庄内一身三老爷，是庄民在服侍，五望保庇庄头，外围的新书淑女。也常常来遮烧香、点火、烧金换杯，即个所在其实就是咧讲即马台南永康农机站迄个所在有一个叫做鸟青庄无确定即马敢是搁找着即个所在但是这就是电气盘细汉伊的故乡鸟青庄迄个所在的代志所以。刷落来咧，伊就写头前第一段是介绍即个出世线的地点，即个小说的即个所在是伫台南市外一所在，即个鸟青庄。然后就介绍即个主角你看庄内有一个女子，名叫志勤，肌骨斗大，骹手敏捷。迄年16岁，1887年，父母还伫咧小弟一个，所以这嘛是真特别的行就历史，行就台湾文学史的舞台，就是志勤长篇的小说的志勤，台南的志勤行就历史的这个舞台伊描写这个志勤呢是一个真有胆量真有正义感，嘛是真勇敢的一个女性伫第二趴这嘛是足经典的一段就是第二趴的标题叫做。曾经的坐米腿坐米腿伫遮咱会当看到一寡描写看讲真的是第二个。好，伫这个第二段伊嘛有一寡对话比如讲这个就是有一天志勤伊拢爱去牵牛回来以后甲牛甲伊放伫牛迄个牵去牛条，了伊就会入来因兜，甲伊妈妈做伙。但是伊的妈妈目睭看袂到所以敢若会当听到，比如外口有啥物声，伊就甲志勤讲所以伫即个第二拍时阵，伊就用一寡对话比如讲咱看遮半暝有玲珑叫的声，老母叫讲即个母就是志勤的妈妈勤啊勤啊，牛在烧搭，因为妈妈听到牛。安怎听到外口有玲珑叫的声对无玲珑叫的声伊讲因为有时常常伫暝时牛目烧搭，志勤遐一醒，对伊的目睭剔开一看，我惨啦百面画好了，三个入房来了，头一个将伊所夹相关长的坐米腿。出来就对面远来，咱会当看到迄个动作这个贼仔甲这个坐米腿真悬伊讲相外长的这个坐米腿，安尼对面安尼远来弹过来所以表示志勤因兜有贼头入来对无所以伫遮咧咱会当看，我看敢时间会使讲一下，遮所以煞来发生啥物代志咧？伊讲家在推尾溪伫竹面床的夜风，志勤紧尾对推尾沙地，房间下下切一个马戏，去啦就颠倒甲伊弄倒转，迄三个菜烧下烧起，倒落伫咧地涂骹。志勤就牵小弟甲老母出去，土匪就毋敢共伊，算来是女英雄。迄时外面已经在放火，
所以咱会当看到伫这个出世线的第2趴描写着志勤，而且讲生来是女英雄，是一个以女英雄的形象吼。伫这个文学作品内底表现吼，这是真特别，因为早伫1920年代嘅台湾文学诶，遮个作品内底，无论是用日文写，还是用中国白话文写嘅女性，大部分是一个较弱势嘅形象，吼，还是讲是一个较悲情嘅形象，吼。但是白话字所书写嘅这个出世线嘅志勤，伊一开始煞是一个女英雄嘅形象。而且真做这个长篇小说的第1趴，就是有一个女主安尼行上历史的舞台吼。这检猜甲这个平埔的文化可能嘛是有关系吼。我感觉这个应该会感觉这个电影盘看起来就是平埔族吼。我感觉看起来就是平埔族。影空吴基淡遐吼，真有可能早期这个就是平埔族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女性的形象是一个真勇敢真勇敢吼真有智慧吼，真有正义感吼，会当甲残仔对抗的这种女英雄的这个形象吼。所以我真介意出世线嘛，真介意志勤吼，我感觉会当互咱看到咱的查某族早期的形象吼，咱平埔族的查某族的形象，就是亲像志勤安尼吼。我嘛感觉这个出世线其实足适合来搬做这个戏剧吼，因为内底有足侪对话哦吼。这种对话嘛，就是就啥人看吼，就啥人读，就会当来表现迄当阵的这个背景。好，头拄是这个电影盘吼，即马小可介绍一下赖人生吼，赖人生咱伫后个月6月份的这个正后白话字，才开较侪时间来讲伊吼，伊嘛是真重要。赖人生伊是台中人吼，伊的本名叫做赖铁牛吼，伊是牧师嘛是作家，伊伫1921年吼嘛是伫台南新学院毕业以后咧吼，伊就去到台中吼，伊大部分是伫台中牧会吼，伫这个柳湾教会吼，等所在牧会。伊伫1925年的时阵呢，就出版这个白话字的小说吼，叫做《安妮的目屎》吼。安妮是妈妈的意思，安妮的目屎就是妈妈的目屎吼。伊正后嘛出版足侪白话字的小说咯吼，会当讲是白话字文学史上吼上得善的这个作家吼。伊嘛是伫这个正后，因为写足侪白话字的作品吼，所以真侪老一辈的教会的人吼，差不多拢读过赖人生的小说吼。这个安妮的目屎吼，我看的这个版本是2011年台湾白话字文学选集出版的这个版本吼，我无看伊的原文吼。这个版本以外，佮有一个版本吼，是这个李清华教授有甲伊改写吼有这个汉乐的方式，佮有注解吼，两个版本拢会当加做咱的参考吼。这是安妮的目屎吼。伊咧伫台湾文学史较特别的意义，就是伊其实是上早出版的。头拄这个出世线是1926年哦，所以安妮的目屎其实是佮较早对无吼，早一档。伊是中长篇的小说吼，分做顶下卷，顶卷是安妮的目屎。下卷是十字架的记号吼，拢有各18回吼。伫这个版权呀，伫这个作者的话内底咧，赖人生就有讲，伊要写这本小说，主要是要鼓励教会的会友罗马字吼，就是伊希望写较侪罗马字、白话字的这个文学作品，互教会的会友会当除了报纸以外，嘛会当来读小说、读文学作品吼。佮伊希望会当鼓励会友的信心甲品行吼，互因的家庭较柔软吼，会当勉励遮个青年男女吼。所以伫安妮的目屎甲十字架的记号内底，其实拢有写着爱情吼，描写这个男女吼，少年男女的感情的描写真济哦吼，就是伊的对象是教会青年的男女吼。甲这个出世线共款，安妮的目屎内底嘛有即种章回小说的即种卡页吼，比如讲伫即个安妮的目屎内底咱常常都会看到后边写讲，遮请按下，还是请看下回吼，即种的也是讲作者会跳出来
来讲这个对小说的人物吼，互伊评价吼，这种嘛是真特别的书写风格吼，伫这个安尼目屎内底吼。好搁有一个就是林木星吼，林木星的戏景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法度全部介绍吼。但这个戏景吼，嘛是实际上伊就是一个会当演出的剧本吼。头拄有讲到伊的背景，就是咧书写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背景。好，安尼白话字小说的一个特色吼，上大的特色就是伊是一个白话，特别是台湾人诶，这个语言台语诶用台语来描写、来书写、来对话诶，这个文学特色吼。伊嘛是现代意义的书面语吼，跳脱这个早期台湾人用文言文吼来书写、来思考吼，伊进入到现代诶这个白话文吼，而且是直接到台湾人诶语言吼是真密切吼，会当讲就是完全表现台湾人语言诶即个书面语吼。这几部白话字诶小说，伊拢是伫1920年代诶时阵出版，所以咱会当来看到1920年代迄个时阵台湾人诶生活是安怎，迄个时阵诶产业，亲像即个客家食吼，还是即个饲牛吼，遮诶产业伊诶即种有路诶描写，伫白话字诶小说咱会当读到遮诶部分吼，佮有一寡风俗吼，比如讲迄个时阵伫出世线内底就有一趴，就是囡仔出世诶时阵吼，咧迄个互伊去摕物件吼，就是即马华语中国话讲抓周吼。伫迄个时阵，咱台湾人嘛有安尼诶风俗吼，就已经有只是客诶物件无共款吼，嘛是真趣味。所以对遮诶台湾早期诶风俗价值观，比如讲伫迄个时阵，台湾人对即个基督教是足排斥诶吼，感觉迄是即个反教吼是无好诶吼，迄个。周身诶无欢喜等等吼，遮个价值观吼，伫即个白话字诶小说内底拢会当互咱看到。好，安尼咱即马就进入到另外一个部分吼，就是头拄仔讲诶遮个部分，遮个文学作品拢是伫教会，比如讲教会公报社，还是教会诶牧师出版诶遮个文学作品吼。总是伫日本时代诶，即个1920年代诶时阵呢。白话字伊诶发展，就慢慢行上教会外，吼，行到社会，吼，就是甲即个日本时代拄则有讲到台湾文化协会、台湾知识分子诶即种启蒙诶运动相结合，吼，即个部分是伫教会外诶白话字运动，教会内诶白话字运动嘛是继续咧推送哦，吼，即个。国民党政府后个月咱会讲到真无共款吼。日本时代基本上对白话字无禁止吼。虽然伫1940年代，就是战争诶时期，皇民化吼，就是迄个时阵开始推行皇民化诶时期，咱会当观察到教会公报诶内容开始有掺一寡日文，也是一寡宣扬政府诶即种因诶政策。吼，诶，即种文章，但是整体来看，犹原是白话字诶书写吼。所以日本市民统治，日本市民政府虽然无同意即个蔡培慧伊一直足骨力要吹杀白话字，吼，因无同意，也是讲蔡培慧要办即个白话字诶演习会，拢互人禁止阻挡吼。但是伊嘛是会互伊办啦，吼，就是会甲伊降示吼，听伊咧讲啥物。但是伊嘛是会当办，报纸你嘛会当写吼，你继续用白话字写作出版拢无问题吼。所以教会内嘅白话字继续以白话字成做即个台湾人信用教育嘅文字系统，即个部分，即条路线一直咧进行。另外，拓到教会外，甲以台湾文化协会，还是伊周围嘅遮个社会运动结合，吼，这是教会外嘅白话字诶运动吼。安尼。伫即个头拄仔讲的即个教会外白话字运动咧，主要分做3个团体吼。第一个就是台湾文化协会，1922年；第二个是1925年，叫做中华妇女共联会；第三个是1932年的武丰一心会吼。这3个团体拢是日本时代即吹杀白话字的团体。那其中即个中华妇女共联会，伊的资料真少。但是咱即卖当知影，伊是台湾第一个妇女的团体，第一个女权的团体的底下吼，女权团体的第一个吼。
所以迄个时阵，伊是以中华的这个女性为主，吼，伊迄个时阵的主张讲，咱爱伫咱的会中华妇女共的会内底吹上白话字，吼，开始学习白话字。但是伊真紧这个团体的，因为一寡事件吼，因就无搁继续发展吼，干那留落来安尼记录。1922年的台湾文化协会，就是拄则讲到蔡培慧上骨力吼，为1923年担任这个理事以后吼，伊就一直吹上白话字吼，所以伊有编这个白话字的课本，佮有编白话字的歌吼，佮有鼓励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干部拢用白话字写批吼，佮有设一个白话字的这个这种白话字的推展的协会吼，伊有做足侪工课吼，咱等下小可能会当小看到吼。最后一个就是1932年，伫台中雾峰，以林献堂因的家族雾峰林家为主的这个一行会，这三个吼，所以这是对教会到社会的这个主要的三个推展白话字的组织。好，这个呢，就是1929年伫东京的台湾留学生因创办的台湾青年吼，迄个时阵蔡培慧嘛是伫日本留学，所以咱会当看到迄个时阵伫东京的台湾的留学生呢，因已经会晓甲白话字写伫这个台湾青年的这个创刊会顶面，会当看到台湾青年吼，这就是白话字吼。但是伫台湾青年的这个杂志内底，抑阁无看到有关白话字的书写吼，抑阁无。伫台湾文化协会部分上主要就是蔡培慧吼，头拄有讲到伊担任理事的时阵，1923年开始吼，伊就一直鼓吹讲，咱台湾文化协会一定爱伫台湾社会吼推展白话字，来互台湾人得到知识的这个知识文化顶面的这个启蒙吼。了伊要安怎来实践呢？吼，伊就办这个白话字的研究会。这个是1929年吼，就是伊有编这个白话字课本以后，吼，伊就办这个研究会。这是伫台南的武庙吼，台南的武庙真出名吼，是伫武庙内底办这个伊伫迄个时阵社会认为白话字可能甲教会较有相关的这个活动吼，所以蔡培慧伫伊即天1929年4月22号的日记内底，就有讲到讲，即届伫武庙办白话字第一回研究会，真侪女性来参加吼。咱伫相片内底嘛会当看到，确实有真侪，看第一排吼拢是女性。即伫日本时代1929年代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哦吼。女性行出来外口吼，去参加白话字的研究会，去学习文字、学习书写吼、学习传统吼，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吼，蔡培慧就是即位吼，徛伫中的即个吼，虽然伫即个相片咱当看到因看起来办甲真好，实际上迄个时阵蔡培慧要甲台南周厅就是即卖台湾文学馆吼，甲周厅申请要办即个研究会时阵，嘛是受到足侪的阻挡吼，一直互因禁止吼，但是伊有愿去办咯吼，伊就是硬要办就对啊吼，所以就办即个第一回研究会吼，这个是蔡培慧的部分吼。好，拄则有讲到这个武康一行会吼，咱在讲到1932年的武康一行会以前讲一个人就叫做杨水新吼。杨水新伊是林献堂的看守吼，伊甲蔡培慧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伊甲蔡培慧嘛是朋友吼。甲林献堂、蔡培慧拢是共迄个时阵参与台湾文化协会的人吼。真特别就是杨水新的。伊是中华人吼，伊有受过汉儿仔的教育，伊伫17岁的时阵，就甲林献堂结婚吼，嘛真做林家吼，因为林家是一个足大的家族吼，足侪土地足侪这个财产吼，足侪产业的一个大家族吼，所以杨水新做林献堂的看守吼，嘛自然会去参与着迄个时阵台湾文化协会的遮个代志吼，所以这几档就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咧，就有出将这个杨水新出土的4本的日记来整理吼，结果发现着伊留落来的日记内底吼有2本，1928年甲1930年拢有白话字的书写的日记吼，加起来有105天是使用白话字来书写，所以透过这个资料是
足宝贝吼，互咱会当看到日本时代女性伊的日记，而且是用白话字来书写的日记吼。啊，这个就是伊的这两本200到300吼，34年甲42年，迄个时阵日记就较少吼，啊，就无遐尼济，无逐工拢写，啊，白话字的部分嘛较少，吼。好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咱看会到的吼，这个原稿典装伫这个中央研究院台湾史吼，这个相片嘛是为因的这个台湾史的档案馆，咱会当看到杨水新的这个白话字的日记内底的吼，嘛有一寡是汉字，吼，也是有一寡是日文吼，这嘛是1920年代台湾社会的一个多文字的这个表现，吼，这个嘛是吼，是用这个。相片这边是等来吼，是全部白话字的部分吼。好，安尼吼，亲像这个昭和3年吼，1928年5月初5，这个吼，咱会当看到有最新的日记吼，就有写着吼，伊的头前拢会有写这个本日吼，本日午后吼，要去吼，咱会当看叫要去伊仔的厝吼，有拄着吼，有拄着。送吼，甲伊讲分财产诶，甲伊讲分财产诶事吼，然后我转来了，拄着阿丈讲阿松诶代志吼，所以。杨水新的日记、白话字书写的日记，拢是短短啊记录伊迄天的代志吼，拄着啥物人甲啥物人讲代志这拢是伊家族的人吼。所以过当讲头拄这是5月初5吼，5月初6的时阵，咱嘛会当看到伊写吼，午后吼，这个字来坐吼，拄着阿丈吼来讲啥物分财产的代志吼。因为因的财产真济吼，所以常常拢会讲分财产的代志吼。我咧讲，到夜间的时吼，到夜间的时，台湾民报吼，台湾民报有看主人吼的游记吼，的游记，主人就是林献堂。吼，迄个时阵可能女性称呼家己的翁婿是叫主人吼，真特别。即马有诶人会叫翁婿，有诶人会叫头家，对无？但是迄个时阵是可能是叫主人吼，而且主人诶，即个游记，咱知影林献堂伊有写即个《环球游记》吼，《环球游记》嘛是台湾诶，即个台湾文学在讨论着旅游文学诶时阵会讲着诶吼。所以呢，吼，台湾看到主人诶游记吼。有讲吼，爱尔兰的政治吼，爱尔兰的政治，然后五节甲杨林来坐吼，也拄着阿松甲洪来讲分财产的事吼，伊有要请遮伊就用汉字来写。伊有要请吼，要请领吼，伊有要请领吼，100招的册吼册吼，所以这个是5月初6诶，这个日记吼，咱会当看到这日记吼，全部有105工吼，我有去甲伊分析吼，看伊逐篇写的这个内容是啥物吼，结果有一个发现吼，特别的所在。就是这105工内底白话字的书写通常拢是伫伊的情感足强烈的时阵，比如讲心情真郁卒的时阵，也是心情真愤慨的时阵，也是真伤心的时阵吼。当然伊阁有其他书写的特色吼。我有另外一篇论文是讨论这个部分，比如讲伊的书写有一寡会可能写毋对，也是讲会有第4声甲第8声无分辨，即种台中的腔。诶，特色吼，就是第4甲第8无分的这种情形，吼。但是比如讲即个吼，今仔日心不知还文，吼，未做事，吼。这个还吼，伊可能是
伊就无写第5声吼，原文吼。啊，比如讲即个哦吼，今仔日我心闷不乐，无事情做吼。所以迄个时阵的书写嘛是足特别咯吼，一寡语词吼，比如讲咱即马袂讲闷不乐吼，这足特别咯吼。佮有即个哦吼，到夜深，我想主人起家母陪，真惊也烦恼。吼，所以伊对林献堂伫即个日本是世界其他国家旅游的时阵，伊嘛是会烦恼吼，做伊的看守，会烦恼伊的安全，烦恼伊的身体等等吼。吼，所以烦恼甲起家母陪吼，这是真烦恼吼。遮嘛有写哦吼，即个本日我的精神不知艰苦吼，无当讲起也厌世，吼厌世吼，咱即马咧讲厌世吼百外当前，因为最新的已经有安尼讲法吼，厌世吼。好，安尼所以遮是杨水心伊伫1928年到1930年的即个白话字的日记吼，嘛是咱日本时代白话字文献一个足特殊的所在，就是女性的日记吼。好，安尼头拄仔是1928到1930吼，过2冬吼，过几冬以后咧，就是伫杨水心因的家族就成立一个雾峰一心会，吼，这是伫1932年3月19的时阵，杨水心就是坐伫中即位，这就是杨水心，吼，伊后壁这个徛咧，这就是林献堂，吼，这就是林献堂。林献堂的倒手边，这叫做林攀良，就是林献堂的后生，吼，嘛是杨水心的后生。这个是一心会的基仔哦，吼，这种是雾峰林家的人，吼。所以咱会当看即个雾峰一心会，伊是啥物款的组织吼？好，雾峰一心会伊成立的时阵呢，伊就成立8个部门，吼，调查部、卫生部啊、体育部啊，足侪吼8个部门。其中即个社会部，伊就有写讲社会部，咱的目标就是要拍破迷信，佮有改良即个风俗，吼，所以咱来做的代志就是社会教育，吼。咱要安怎做咧？吼，其中第3项就是。这个罗马字吼，普及罗马字，就是普及白话字吼，这是真做因的这个宗旨哦，社会部的宗旨吼，所以是真重要吼。是安怎因会有安尼想法咧吼？这可能甲这个林攀良吼，雾峰一心会是林攀良吼所创立的吼。林攀良甲蔡培慧基本上是推崇白话字吼，真好的朋友吼所以。这个蔡培慧，伊头拄仔讲着，伊伫台湾文化协会吹杀白话字，但是后来因为日本政府一直无同意，无同意从这个白话字来做这个正式的社会教育的文字，所以蔡培慧就搁发明一个用卡纳日本的卡纳来拼写单语的这种卡纳式的文字系统。后来蔡培慧伫战后搁发明一个用这个波波猫，为着要互中国国民党政府。同意，佮发明一个波波猫的这个系统吼，所以蔡培慧一直发明，因为无共的政治的这个统治、市民统治，所以伊的这个白话字主张一直无法度得到同意，伊就发明无共款总是这个林攀良吼，伊一直拢是吹上白话字吼，所以当蔡培慧开始咧吹上这个卡纳平台语的文字系统的时阵，林攀良嘛是继续吹上白话字吼，所以这个。伫这个林献堂的日记吼，蔡培慧的日记拢有写着这点，就是林攀良对白话字有一个坚持吼，用白话字来吹杀吼，这个是林攀良吼，所以伊成立这个社会部，就是决定要普及罗马字。好，安尼因要做这件代志以前呢，吼，头拄有讲着。雾峰一心会是1932年3月份但是咱为这个林献堂的日记，伫1932年2月份的时阵哦，1932年2月份昭和7年的时阵，就看到林献堂伫日记内底讲，伊去请迄个李坤玉林攀良请李坤玉来教因厝内的人罗马字。李坤玉是啥物人？就是雾峰教会的传道传道就是。也未变做是牧师吼，但是已经是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吼。李坤玉的后生吼
后来嘛是伫即个教会公报社的即个编辑部诶，即个牧师吼，所以李坤玉迄个时阵伫台中雾峰诶教会离即个雾峰林家真近吼，所以林献堂就去请林献堂因的家族咧吼，以即个林攀良就请李坤玉来因兜甲罗马字吼，所以咱会当看到林献堂的日记就有写因厝内的人咧拢去学罗马字吼。而且有真侪届哦，吼，遮都有写吼，8点半的时阵就开始学罗马字吼，遮学生诶吼，拢是雾峰诶人吼，雾峰林家诶人吼。这就是李坤玉吼，李坤玉伊迄个时阵伫雾峰诶教会吼，雾峰长老教会吼，遮嘛有写哦吼，1932年即个2月份吼。就是9点的时阵，李坤玉佮去教罗马字吼，这拢是因兜吼。后来这个清溪，这是因兜的这个使用人吼，清溪嘛有用白话字来写批哦吼，所以因的学习的效果拢真好吼。好，安尼这个雾峰一心会，因佮创立一个一心义塾，一心义塾就是来教雾峰遐个在地的囡仔吼，捌字吼。所以应用的教材就是这个602篇罗马字注解这本册吼，这是教会公报社出版的册。咱会当看到这本册头一抓是汉字吼，这个中是罗马字，了这个就是注解。甲拄则迄个三字经白话注解吼，真接近吼，就是用这个白话字来解说汉字吼，这种课本吼。所以雾峰一心会就是用这本课本来教。迄个一心义塾的囡仔吼，查甫囡仔拢上即个课本，吼。好，咱伫迄个时阵的教会公报社嘛，会当看到对雾峰一心会的即个报道，吼。咱会当看到这作者啥物人吼，就是李坤玉对无？李坤玉记吼，李坤玉记就是在写吼，其中一个互人感觉真好的即个消息，咱当看到即段哦，伊讲已经创设。机关报，大家用白话字自由投稿印刷，分发互遮个学读的人读，做巡刊的款。所以咱会当看到已经创设机关报，表示雾峰一心会，迄个一心会，迄个时阵已经有用白话字来创报纸，吼，而且是巡刊。巡刊的意思就是15天的一期。吼，所以是足密集的哦，吼，15天，吼，比月刊搁较密集吼，15天的一本，15天的一本吼，所以已经有这个机关报吼，真无彩就是后来我拢一直找无这个雾峰一心会的白话字机关报吼，问雾峰林家因嘛拢毋知影这本伫啥物所在吼，无人知影吼，所以这嘛是需要咱搁继续来做电影调查去找吼。所以咱当看到1932年伫台中雾峰迄个所在咧，为雾峰林家林献堂、林攀良因即个雾峰林家遐就开始实行白话字的家庭的教育，毋是干那家庭，应该是家族的教育吼，因是一个大家族。附近的庄头一心义塾吼，这拢是毋是干那厝内的人吼。但是为林献堂因的家族开始学，请李坤玉来教因，然后迄个庄头开始来学吼，然后搁有。创办这个白话字的杂志，吼，佮有这个白话字的机关报，吼，这是迄个时阵1930年代，吼，咱真正较少知影的，就是雾峰一心会所做的遮个工课，吼，甚至亲像创培会的这个台湾文化协会，咱嘛毋知影讲有用白话字来创报纸，但是雾峰一心会竟然是有用白话字来创机关报，吼，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史料，吼。好，安尼日本时代到底用白话字来书写有偌济人咧？吼，有啥物款人吼？咱真正知影的，可能拢是教会内底的宣教师、教会的牧师吼。实际上，伫迄个时阵吼，其实我还推测是1920年代的这个台湾的知识界，吼，知识界站吼，以文化协会为主，基本上应该拢会晓白话字，吼。总是咱即马无法度看到足济吼，这白的是咱会当看到，伊有留落来白话字的文献吼，无论是伊写伫啥物所在吼，比如讲杨君平哦，是伫伊的相片后壁，伊拢用白话字来书写。这黄王成是伫伊的日记，伊是新竹的一个记者，
伊个日记内底会用白话字来书写。杨水生嘛是白话，嘛是伊个日记吼。林献堂是日记内底有小写着吼。蔡培慧是全部用白话字写日记吼。林盼良嘛是吼，李坤玉佮有高朱美吼，咱知影是一个音乐家吼。九高单钢琴的音乐家吼，伊个留落来手稿嘛有用白话字来书写。所以这是咱所知影。总是咱其实抑阁有足大的空间吼，继续来敲找日本时代用白话字来书写的人甲史料。好，安尼白话字书写的意义吼，就差不多要进入到今仔日的即个最后吼。咱为今仔日看到的吼，无论是即个出师线的即个小说，也是1928年、1930年杨水生的日记吼，咱会当看到白话字伫日本时代吼，伊有一个正大的意义。就是这个文字权的讨棒吼，什么叫做文字权的讨棒？伫迄个时阵，无论是清国还是日本时代，台湾人基本上是无掌握文字权的，吼，是知识阶层读册人，较有法度写字写批吼。早期台湾人若是要请人写批，爱摕去互恁砖头迄个会晓汉字迄个人写批吼，伊替你写，所以台湾人无即个文字权，但是白话字。伊个引进吼，伊个在地化，伊个世俗化，为教会到社会这个过程，伫日本时代产生的即个上大意义，就是伊互台湾人诶普罗大众一般人拢会当建立即个读写的能力吼。你要书写，你就会当读报纸吼，你就会当吸收即个新的知识，你的眼界、你的世界都无共款吼。特别是对女性来讲，学习白话字诶。会当达到即个文字权甲书写权的讨棒吼，你毋若会当掌握即个文字吼，你嘛有即个书写的书写的权利吼，亲像杨水生吼，伊留落来用白话字书写的日记，即个迄个时代其实伫武汉临港嘛有其他的女性写日记吼，但是因是用中国白话文来写吼，还是日文汉文来写，但是用日文来写吼，但是杨水生的日记会当互咱。看到伊中华，伊是一个中华人，互咱看到中华的腔口，看到中部这种特殊的腔口，也是迄个时阵伊的心情的表现吼。这种可足宝贵的所在是日文，也是中国白话文无法度来达到这种，咱真正就是袂输杨水生在对咱讲话吼，感觉真厌世吼，真艰苦吼，心情真郁卒，这种的立体的形象吼，透过这个白话字，亲像台语搁再一届，为1928年行到今嘛吼，互咱听到，所以这是白话字书写的一个真大意义吼，特别对女性。我之前嘛访问真侪阿嬷吼，因在讲到因会晓白话字以后，对因造成安怎的影响吼？若是因袂晓白话字，因可能一世人无法度用白话字来写因的心情吼，无法度写一张批互伊的囡仔。吼，伊会看手但是伊会晓白话字以后，伊只要有纸有笔，伊就会当写伊的心情，还是讲伊就会当记笑，伊就会当写批吼。所以白话字，吼，迄个时代的女性吼，伫学习的成本遐尼悬，也是规个环境是一个重男轻女这种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的社会内底，台湾女性学习白话字，对伊的生命是产生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正大的变化吼，人生因为安尼产生快乐吼，文字的快乐吼，就是伫这个意义点面。好，安尼最后讲一寡会当参考的资料吼，伫顶个月咱嘛有介绍吼一寡重要的白话字的资源吼。因为今仔是介绍日本时代的这个白话字文献甲文学吼，所以主要咱会当为这个台语文记忆。佮有台湾白话字即个文献馆吼，佮有台语文数位典藏资料库来看吼，来找一寡日本时代的资料吼。另外就是有一个真好吼，就是即个找台语甲学台语的网站吼，互咱会当真利便吼来查询即个白话字台语的遮个词吼，早期的词吼。所以我拢鼓励我的学生吼，因的电脑甲手机拢一定爱有。找台语甲学台语吼，安尼较会使。所以遮个拢是即个白话字的网络的资源吼。
另外就是有几个网站吼，即个台湾文学馆的文物典藏系统吼，有将白话字差不多890几件的手稿还是册吼，拢已经有建立档案的顶面，嘛有针对每一个档案嘛有一个简单的小解吼，亲像有即个蔡培慧伫台南的即个第1回的研究会吼，就是拄则有讲到即个伊的原件嘛是典藏伫台文馆内底吼，拄则下面有讲到即个文化部的文书局通过白话字甲伊的文学的资料来整做台湾的世界记忆国家名录吼，这足重要的代志。迄个时阵嘛是由台文馆来提报吼，提报就是提报，得到文书局因来现刊吼，就是来现场看遮个资料，然后认定伊的稀罕性、伊的独有性吼，伊的这个资料的价值吼，所以真侪遮个白话字的公文吼，包括国民党禁止白话字的政府吼，它的公文遮拢有吼，所以台文馆的文物典藏系统会当，互咱做诚好的利用。但是咱若是要进一步来做这个图档，就爱去申请，可能有的时阵嘛爱纳一寡费用吼，才会当来做公开。好，第二个是顶个月无介绍的这个台湾日记知识库吼，这个资料是这个网站吼，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一个资料库，内底咧就有甲拄则讲到即个林献堂的日记，吼，佮有遮有一个王成的日记，佮有杨水新的日记，吼，诶，专文拢已经起印伫内底，吼，所以咱只要申请一个口罩，就会使入去查遮个资料，吼，所以你会当用关键词去查，吼，去知影迄个时阵伊用白话字来书写啥物，吼，这嘛是一个免费的资料库，吼，只要申请。会使入去来看遮个日本时代吼，遮收的大部分拢是日本时代的知识分子因的这个日记吼，日记迄个时阵呢写日记是一个气氛吼，是一个惯势，所以嘛因拢留足侪日记吼嘛是足多谢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吼，将遮个资料去拍字吼，全部拢是会当去查询吼，足方便吼，所以这个嘛是会当提供咱线顶的朋友来做参考。佮有一个是这个赖永祥长老的资料库吼，这个是足好的一个资料吼。赖永祥长老即摆已经99岁吼，住伫美国伊为少年的时代就开始整理这个教会史，教会史就是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包括早期的宣教师，佮有台湾本地的信徒、牧师、会友等等遮个资料吼，所以伊参考足侪遮白话字的文献伊有诶时阵会将这白话字文献来翻译做这个中文吼，介绍互大家，有诶时阵是直接就甲这个白话字诶资料放伫顶面吼，所以伊诶遮个资料库内底有一个教会史话吼，这个拢是。已经有出版，伫教会公报社当买会到，伊即马佮家己数位化吼，所以就好，咱毋免买册吼，伫顶面嘛会当查着吼。伊一篇拢是袂足长，吼，短短的介绍一个教会史的人，还是事件，还是迄个文献，还是作品吼，所以有足侪拢是白话字的资料吼。所以咱伫赖永祥长老的即个资料库内底，吼，会当查着足侪白话字的资料。好，最后就是这个吼，这套册是咱若是介意白话字文学的朋友是一定爱有这套册哦吼。这是白话字文学选集吼，伊有5本一套吼，袂当分开买吼，一家买5本。伊就是有分做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甲翻译文学，佮有文化论述、甲启蒙吼，遮有5本。伊的一个特色就是伊甲1920年代以前吼诶白话字的作品分类吼，然后甲伊放汉语版，佮有注解吼，甲全白话字版吼原版来做对照吼，所以是足好吼，已经替咱整理吼，特别是甲遮1920年代以前，就是台湾新文学初期的遮个重要的
文学吼，拢已经分类吼。啊，若是较长的，伊可能就是放一部分吼，无全部。像讲出师线又足长，所以伫遮就放一部分。所以这个白话字文学选进嘛，是一个足好的参考。好，安尼这就是今仔日我的分享吼。就讲到遮，即马3:45吼，所以可能阁有差不多15分钟会当毋知各位朋友敢有啥物问题吼，还是讲有啥物想要交流吼？啊，若无咱最后时间就要交吼黑米嘛来做一寡迄个补充吼，还是针对打到台语开讲社吼来做一寡活动的补充。安尼我敢是着甲时间交互黑米。多谢无金先生吼。遮内底所讲的，拄则有分享到一寡知识啦吼，是讲白话字相关的资源吼，其实拢真要紧吼。尤其实白话字相关的资料啊，是讲相关的讨论研究等等吼，拢是就是算做真值当吼，才开始豆较侪人开始关心，开始注意。所以其实这拄则嘛有讲到吼，白话字其实对台语的文学来讲是一个足有意义足大的一个文献啦，是讲算做一个起稿尤其是咱若比较就是中国白话文学来讲，其实咱台湾是比因搁较早啦，所以其实咱应该爱有即个自信，嘛爱珍惜咱遮留落来的宝贵的资料。咱等下吼，就是保留一寡时间吼，是看咱线顶吼，伫 YouTube 看直播的朋友吼，若有针对拄则讲的问题吼，欢迎来伫线顶边仔有一个留言区吼，会使来留言来提问，我则会负责来代替大家问。咱即马吼，就先我简单个小解一下咱即个大高台开讲社吼，有啥物相关的活动信息吼。欢迎大家来关心吼，来了解。好，安尼我先关掉我的画面。好。好，阮是大高台开讲社吼，阮成立到大已经有6档的时间啊吼，阮长期就是伫大高遮吼，有就是营造一个会使就是甲台语台文吼正常化、生活化。一个一阵团队啦吼，咱嘛诚希望讲大家会使做伙来参与。当然即马网络时代真方便，所以其实咱做侪活动嘛，拢伫线顶举办吼，所以其实若是伫打狗的朋友啦吼，伫台湾是讲全世界朋友吼，拢真欢迎来参加吼，是讲咱来做伙线顶开讲，还是讲做伙读册。所以咱其实逐个月拢有足精彩的活动啦吼，其实差不多逐礼拜拢有咱像咱今仔日所举办的，就是线顶台语的讲座吼，全台语的讲座伊即2档甲高雄文学馆合作咱是针对台语文学即部分来甲大家分享整理一寡就是针对台语有啥物款文学的部分啊，是讲作品啊，是讲创作。等等的方式来互大家了解可能对若真正有对台语文学有兴趣想要读是讲毋知影有啥物款的文学作品，有啥物款的资源会使来读来了解的是讲对台语文创作有兴趣的人毋知影要安怎开始等等咱拢会使来共同来学习再来就是咱逐个月拢有举办大到台语开讲会是线顶的一个聚会一个人会分享10分钟各会留10分钟大家互相交流这交流的时间就是互大家做互动所以其实你若有想要讲台语，想要练习讲台语，还是讲可能听看觅人到底是咧讲啥物日常生活的经验啊，是讲家己的专长啊，是讲家己的想法等等的，或者就是用一个来开讲报道的心情来做自由来甲大家做伙交流所以其实你若台语就算无啥会晓讲，无甲练转拢无要紧欢迎咱做伙来学习好所以咱逐个月是伫第3个拜六暗时8点相关的消息报名的资讯咱拢会
公布伫线顶吼，大到台开讲写是讲，请伫Google 找台文博览会吼，咱伫面册伫 Twitter 伫 Instagram 吼，咱拢有相关的口罩吼放上遮内底活动的资讯。啊，咱嘛有就是台语小姐们吼，伫 YouTube 频道内底吼，一寡台语的节目，啊，包括咱逐个月吼，即马台语的讲座吼，咱拢有录影放伫顶悬。吼，啊，咱若想要就是现场听会使互动的吼，请欢迎来报名。啊，咱嘛有逐个月有2摆的台文读册会吼，即马咧读用迄个单位所写的乡事簿记吼，一本册。啊嘛，咱嘛有开相关的台语文的教学课程吼，啊，尤其咱遮主要是想要推测白话字吼，因为白话字其实对咱台语教学也是讲学习来讲吼，是一个足好的资源吼。啊，尤其即马足侪少年朋友，其实伊若拄开始要学台语，当然就是讲语言能力相对来讲较无遐好，吼啊，所以用即种白话字是种表音文字足强的文字来学习，加足简单。尤其是伊若开始要拍字的时阵，吼会晓字母声调，伊就有法度按照输入法开始来甲伫网络顶悬甲大家用台语来开讲，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吼是一个真利便的家私啦吼。吼啊，所以其实白话字像拄则有讲着吼，对学习者来讲，伊的学习成本是就是足低啦吼，就是你干那需要几个字母声调吼，就会使开始拍字甲人沟通，吼啊嘛会使了解讲袂晓的字数安怎来讲。啊，咱逐个月嘛有来听台语囡仔讲吼，咱即马是固定伫高雄的前景幼稚资源中心吼，甲因合作吼，就是固定伫遐讲台语的囡仔故事吼，时间通常拢是拜六的早起，吼啊详细时间甲故事的内容吼，咱拢有公布伫台文博览会吼，逐个月咱有活动的消息内底，吼所以若有兴趣的人吼，迄个幼稚资源中心是6岁以下吼，拢会使免费申请吼，你若是有细汉囡仔6岁以下的，吼拢会使带因去佚佗啊，吼啊嘛会使去听囡仔讲，吼啊咱嘛有相关的绘本吼，你若厝里有囡仔吼，有拄开始要学台语吼，嘛会使甲囡仔做伙来读台语的绘本，啊这是咱相关活动的消息放送啦吼，啊所以希望大家吼若有兴趣吼，来关注咱大高台开讲社所举办的活动。吼啊，相关的消息咱会使 Google 台文博览会吼，台文博览会相关的消息吼，咱拢有放伫网络顶悬拢找会到。好，啊，咱今仔日的讲座是台文博览会吼，咱为去年到今年吼，拢有办台语文学系列讲座，吼啊，今年咱的主题是台文艺术唱，吼，咱第一季是讲民间念歌文学，第二季吼是白话字的文学世界，吼，咱第二季吼，今仔日是第2摆，吼，咱后摆吼，阁有讲战后的部分吼，像今仔日是讲日本时代，吼，啊后摆咱会讲战后的部分吼，白话字到底发展到啥物程度吼，啊尾手阁互禁止。好，咱看咱线顶的朋友，敢有啥物问题？好，目前我是无看到问题吼，啊，无要紧，我遮来有几项代志我来分享者吼。因为其实像咱即个拄则有讲到几个重要的白话字的著作啦吼，啊，因为本身我伫迄个逐摆3暗时吼8点半到10点吼，有一个找台语的读册会吼，目前就是主要拢咧读即个白话字的文学作品，吼啊，像咱之前吼有。阮读册会内底真正有读过，就是拄则有讲到吼，像即个10项关键吼，蔡培辉所写10项关键，甲地壳盘写的出师线，吼啊，阁有赖仁生写安尼也目使吼，阮即马就是咧读安尼也目使，已经读要了啊，吼啊，遮内底有一寡重要的迄个作品吼，内底到底咧写啥，可能无读的人无得较知影啊，所以我拄则有经几拍吼，我家己感觉真趣味的所在，来顺续来甲大家分享者啦吼，啊做一下补充。啊头一个我来分享就是蔡培慧写的10项关键吼，伊内底19页吼，内底有写吼，就是即个罗马字是安怎真要紧啦吼。哦，伊即拍内底所写就是讲，列位同胞吼，咱着紧紧来学罗马字，
也咱济济人着用罗马字来写济济的好册，互咱济济的兄弟姊妹读，互因通医好因的精神的枵餓。若是安尼，台湾就会向上，台湾就会换新，台湾就会活起来。吼，这是伊其实就是伊内底拄则讲的吼，台湾甲罗马字的关系吼，伊内底就是鼓舞讲，咱台湾人爱来赶紧来学罗马字。当然，伊就伊去当阵的时空背景来讲吼，这即个学罗马字是咧就是讲咱台湾人吼无法度受知识吼，无法度累积知识，无法度记家己的语言。啊，其实到当虽然讲咱有教学，问题是咱的教学其实拢是用中国语做主体。其实若用中国语，也是讲中国语文做主体的教学，当然第一就是伊无法度保留咱家己语言的特色，无法度保存咱家己族群的知识。尤其是咱即马受到即种中国中国文化，也是讲受到即种中国政府等等的即种压迫，也是讲因网络顶悬的一个算做统战，也是讲即种资讯战等等的问题。其实咱颠倒应该搁去转来思考讲，咱是安怎要来用一个罗马字，用白话字。来建立咱家己的语言，也是讲语文的主体啦。所以其实这内底迄当阵，阮咧读《十项关键》这本册时阵嘛定定会去想着讲，其实即本100当前所写的一个社会评论册，到当其实内底足侪的论点，拢是到今日来看嘛是真实用讲起来是真可怜啦毋过事实就是安尼。再来咱来看即个。地壳盘所写出世数，我即本册拄开始读的时阵像拄则有讲到即个内底，就是迄个就是迄个苍井的坐味腿即趴内底我都有读到一个真趣味的所在就是较早的即个咱讲的即个制糖的铺啦汤铺内底有一寡趣味的代志。其实当然即摆已经你看袂到即个铺啊啦所以你敢若可能会使伫一寡文献内底找着，是讲小盖古早物的时阵才知影。内底伊遮都写着，我完全毋知影物件就算我之前有看过迄个模型啦毋过我嘛毋知影内底到底是安怎运作所以其实即趴内底伊都有写迄时2月26暝算是真寒惊深的时阵就是有一个草仔铺，就是用草仔起的汤铺啦客甘食的人来要叫头挂牛。我读到这个头挂牛，我就三无掌，就是头挂牛是啥？伊就写是迄暝拄着志勤的牛做头挂。其实尾后阮去了解，就是讲原来迄当阵咱要有一个即种草仔铺，就是汤铺的，其实无法度是一个人也是讲一个家庭来去做，就是通常拢是可能附近几个就是厝边隔壁是讲可能一个砖头大家小少做伙来起的当然就是大家嘛爱做伙来负责，所以就是牛若要客甘食嘛爱轮流嘛轮流嘛有分看是要倒一个人排内底，因为迄个客甘食伊是爱踅玲珑的底伫内底爱较出来，所以大家爱轮流，袂使讲大概拢是阮兜的牛较出来所以伊遮内底写的物件就真趣味啦再来伊讲，因为客甘食的轿车顶面有一支4-5长的茶在做格我才知影讲原来迄个物件就叫做格因为迄就是爱用牛来甲吊，安尼迄拄则伊讲的即个轿车才会紧动，才有法度客甘食所以其实当初我读到这个时阵，佮去对照迄个图就足清，对照迄个实际模型，还是讲古早画迄个图，我就足清楚原来迄当阵的铺就是在安尼做安尼的路用迄当阵台湾人的生活就是安尼，所以其实咱拢会使伫这内底有得到足侪知识啦再来就是像拄则有讲到赖人生即个安尼也目屎，因为即阵仔拄仔咧读我就分享阮顶礼拜咧读的时阵有讲到一个就是因为伊内底讲的即个主角啦就是有做一寡无好的代志甲一个人害死啦然后再来讲就是
暗时困吼，忽然看惠美的魂徛伫伊的面床头啦吼，头面高到全露高霾吼，因为伊其实甲海时时阵是，就是伊塞入海，就是入去塞入去迄个井内底啦，所以拢是露高霾。啊，伊讲有时惊到通暝毋敢困，伊到去区役场伫办事岛，吼，就是伊走去别位困啊，因为伊毋敢困吼。啊，个有时也拄久趴伫岛面困，忽然也看伊徛伫岛边，吼，足恐怖，敢若咧写迄个鬼仔故共款吼。所以我当时看着这时阵，就是当然这是毋是讲介欢喜的故事，毋过就是读起来就是真心实。原来迄当阵嘛有即种，就是会敢若是鬼仔故的即种描写啦吼。所以其实这文学作品，就是日本时代这个白话字文学作品，我是感觉足精彩啦。所以我嘛鼓舞大家会使做伙来读啊。当然你若有兴趣啊，毋知影倒位会使来读嘛，欢迎做伙来参加我带这读册会吼。我想讲刷来我来甲吴金先生吼提问几个问题啦吼。我是感觉今仔日讲的主题吼，真值得来一个简单的讨论啦吼嘛，互大家会使做一寡思考。其实咱有讲到这个日本时代吼，对白话日本来讲，其实算是一个发展了上好的时代啦吼。当然，咱也无讲到讲战后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啥款啦吼。毋过其实若看这个台语即卖的状况来讲，就是台语其实到战后就是就是做明显互压迫啦吼，落衰的情形。所以其实日本时代会使算是台语上好的时代啦吼，不管是讲出版品来讲，还是讲台语的状况来讲啦吼，就是应该算是台语，就是讲台文白话字上好的时代啦吼。所以咱其实对咱即马在学台语，也是讲，尤其即马国校啊吼，国小、国中、高中开始拢要开始教台语啊吼，尤其是即马足侪师资吼，都开始要进修吼，要补充咱遮的台语文的知识吼。所以，那对讲会想要学台语的，就是一般民众，还是讲学生来讲，还是讲即马想要教台语的先生吼，伊要安怎来利用遮相关的资料？多谢黑米嘛足多谢黑米拄则分享甲补充吼，就是对即个出师线课有安尼的目屎的补充。拄则黑米的问题是讲，伫即个国中、高中的中学的阶段，要安怎来运用遮个白话字的文学？敢是国中的阶段吼，就是即马其实遮个白话字的文学吼，因为咱知影即马课纲吼，真强调足侪，比如讲编管啊，吼，还是讲伊有一寡课纲会要求的一寡人文的素求，吼，人文的素养吼，你爱达到遮个素养吼，所以其实遮个无论是赖先生还是陈启焕写的遮个文学作品内底吼，有一个甲中国白话文无共的所在，就是即个男女的是真平等的，这有可能是受到即个基督信仰吼，女性甲男性是平平，上帝所创造吼，拢是真平等的即个观念吼有关系，所以咱伫会当看到即个男性甲女性是平等的即个，这就真符合即马伫国中还是高中的即个课纲内底希望有，比如讲国文课本内底吼，爱有一寡课文，伊是符合即种男女平权的主题。所以，亲像即种，其实咱会当去选一寡适合即个课纲的一寡条件的作品来做教科书，还是来做参考。这是一个。亲像头拄分享迄个必选的粗项吼，当然头拄念的迄段有可能是较简单吼，可能即马是已经是可能是国校的阶段，还是国中1年吼会上到即个部分，但是伫咱的数学的课本内底，就会使有即个是用台语来介绍的，这嘛是会使吼，还是即个亲像头拄介绍1917年的来外科抗复学吼，遮个资料其实特别是伫教会公报吼，我会认为伫教会公报26本这内底吼，就是为1885年到1969年
全部用白话语出版的，才有26本啊，10本差不多700页，所以这差不多18200页。这个白话语的史料实在是一个宝贝的仓库，内底有足侪当诚做咱的教材的资料，比如讲林木生写的新台湾话的陈列馆，内底就从英国的俗语甲台湾的俗语对照，这嘛是足适合来做咱伫无论是华语课就是因所谓的这个国文课还是这个英语课内底，嘛会当来做教材。所以咱会当先为一寡，比如讲即马针对倒一科就将即个白话语的资料内底，甲即个相关的来诚做各中中学的学生的一个参考。以上是我的补充甲回答。好，多谢。这我嘛诚愿望讲咱遮有对台语文学习有兴趣的朋友，也是讲未来要诚做即个学校内底先生的教师会使来利用利用遮内底的资料当然，其实因为遮内底的资讯就是用过拢较无铺伫台面顶啦所以其实咱大家拢会使来学习，也是讲来做伙来宣传遮内底的知识还是讲遮宝库啦。咱后一个问题就是讲其实拄则有讲到一寡像雾峰一心会有白话字的机关报等等的遮个资源啦其实咱顶下嘛有讨论到，就是讲伫台语文学，还是讲伫台语文学的研究等等就是白话语这部分，敢若拢无互人重视所以其实敢会使请教者，就是比如讲咱对研究者还是讲像即马有在读台语文的系所遮个学生遮个研究生，还是讲博士等等有啥物建议的方向无尤其像咱拄则讲到白话字相关的物件，可能较少人去做研究，所以其实较少人知影这部分敢有啥物款的建议？这个部分其实因为目前伫台文所咱会当来看迄全国的台文所内底除非有开这个有内底的老师有开白话字相关的课，还是讲台语文学的课咱才有可能会讲到白话字但是即马包括成大台文所嘛是咱知影就是伊规个即个伫规个大环境要是以规个台湾文学的主流的研究，要是以即个华语为主所以台文系所内底开台语文学的课的老师相对的已经较少伫即种较少内底当然，在开台语文学的课的老师一定是会讲到白话字但是因为伊相对伫规个占即个学分内底迄比例就诚少，所以学生若是讲拄好有去上着遮个课，伊就会当了解但是若是无，其实一般的台文所的学生无一定会当有即种机会会当来知影所以这嘛是阮爱拍拼的所在比如讲，阮着爱开较济课，还是讲除了伫台文系所以外爱去比如讲即马成大有大学国文大学国文即个课，就是针对成大的学生，无一定是台文系的学生有种像通识课即种，会当尽量伫遮个课来将白话字伊的历史、伊的意义、伊过去丰富澎湃的遮个文献来介绍互大家所以讲到这，我嘛是爱足多谢黑米顶下有愿意来阮成大台文系、成大的大学国文毋是台文系，这大学国文是开互就是即个成大的大学生来修的课第米的迄届的演讲引起学生足大的即个感动因可能毋知影讲竟然会有一个工程师去做台文的工课因为因本身可能未来个拢要做工程师，所以因无想到因阁有另外的可能性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就是阮会当伫大学国文即种，因为咱要影响的无一定是台文系所的学生咱其实是影响，希望迄个影响的层面阁较宽，所以透过即种的课会当来互阁较侪学生知影遮个。咱台湾过去捌有一个以台湾人的母字文字来做一个知识的传播接收的即个时代一个会当讲是一个做黄金的日本时代捌有一个安尼白话字的时代，所以这个是阮会使做的另外就是讲
亲像打到台语开讲写吼，拄则讲到遮个遐尼丰富的，这其实就是一个亲像无风一心会在做的社会教育，吼，就是因咧第八个部门社会部在做的工课，吼所以透过安尼的亲像下米甲打到台语开讲写的，遮个线顶的活动也是实体活动，其实会当影响的，有可能比台湾系数搁较紧嘛，搁较大吼，因为伫学校伊有一个规个即个会当讲是台湾以华语做主体的颂扬嘛，是伫台湾系数内底，所以会当开课诶，即个影响的层面就无遐尼大，无遐尼济。嘿，这是一个较无彩嘛，但是嘛是爱继续一直拍拼的所在。嘿，以上先简单回应下米的问题。多谢。其实这问题才值得大家来思考啦，吼，尤其实即马咱大学所有的即个台语文系吼，其实你若有关心台语文相关的资讯的人，恁可能会了解吼，就是即马的台语文的科系可能毋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就是咧研究咱本土语言哈，尤其台语的部分可能嘛真少哈，包括讲其实拄则讲着，就算伫台语文科系内底有讲到白话字，可能嘛是简单讲过尔吼，无法度真正做深落去讨论，也是讲你了解吼。所以其实遮个物件吼，做值得大家吼来正做一个全面的学问啦吼，就是大家人拢会使来学习吼。尤其实咱有法度做紧、做简单来学习白话字了，拢有法度来甲遮个知识，家己就捡倒转来吼。像我其实原本嘛是。青眉牛完全拢毋知影，学白话字了，遮个知识、遮个资料吼、遮个字数吼，我会使家己就摕来读吼，所以像我读册会的，读着这内底足侪足趣味的内容啦吼，阮就真欢喜吼，嘛真感动啊，嘛真感谢讲较早的人留遮侪足宝贵的资产互咱吼，毋过其实嘛真。感慨就是足侪人毋知有遮物件，通好来利用吼，通好来学习。对咱其实即马台语文吼，尤其是要算做汇兑的即个状况吼的，有一个算做有机会吼，佮甲报转来吼，所以我是感觉遮个资料拢值得大家来利用。好，咱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就是差不多到遮。最后吼，我是想要叫用拄则。咱最后即个讲座的，就是结论啦吼，就是白话字的即个意义啦吼。我是感觉即个白话字的意义，其实捡起拄则无真先生讲的即个文字款啦吼，就是咱爱甲即个文字捡倒转来吼。当然古早咧讲文字款吼，就是可能就是讲咱甲即个书写捡倒转来。毋过咱若放到即马现今来讲吼，就是即个文字款意义可能毋若是。会晓捌字尔吼，就是特别讲，尤其咱即马所有的捌字的教育，拢是其实是中国语文的教育，所以咱等到是甲即个文字款，可能爱换一个角度来去思考，毋是讲咱是干那为着要捌字尔吼，等到是讲咱爱捌咱语言的文字，吼，咱才有法度传传咱家己语言的知识，建立咱家己语言的主体性甲思想，吼，其实你若即马大家伫网络顶悬所接触到的。若是写中国语文的，足侪其实拢有藏中国意识伫内底，尤其其实咱足侪知影，即马中国足侪的消息新闻假消息等等的，因拢足简单，就是甲即个符合转换者尔，伊就会使假做讲这就是台湾相关的消息。当然台湾相关用中国语文写的物件嘛是足侪藏有中国意识伫内底，尤其咱长期受的教育就是用安尼，所以。咱定定无法度去比较着，所以咱建立家己的语言的文字款这是一个足要紧的代志。佮另外一个就是讲，咱书写才有法度得到头版，尤其是白话字的特色，像拄则有讲到，啥那是女性，像阿嬷的即个角色，像咱顶下有讲到一个倒段阿嬷伊有法度讲家己就会使来书写。问题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像其实。日文较早咧开始就是鼓舞大家来写卡那的时阵嘛，是红切讲这拢是足简单的文字因为是查某人囡仔就会晓，所以就
互看衰吼，无互受到重视。啊，即个嘛是拄则讲着，其实白话字是一个学习成本吼，算做足低的一个文字系统。啊，过来就是伊个有留落来足侪文字资料，所以其实会使鼓舞大家吼，尽量来学习白话字，吼来读遮日本时代重要的白话字的著作吼，咱真正会使重新搁去看待咱的语文的主体性，咱族群的知识，吼，甲咱的历史。好，啊，咱今仔日最后的感谢无尽先生吼，遮精彩来甲大家分享。啊，咱今仔日的讲座就到遮，多谢大家，大家再会。多谢黑米，多谢大家，好，大再会，家再会。再会。